10年来从未有人上殿进寡人百步，可知为何？刺客昌永，我难解甲胄，如今你替寡人除此大害。怎么了？为秦杀贼，不求封赏。什么呀？大秦他怎么会在盒子里？必有封赏。哎呀，那是秦始皇，那写着呢吗？秦始皇曾伤我大秦这字多少状？好像是又不是。宣我法令。那个叫简体字。有破刺客长弓者，赏千金。秦始皇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盒子里？与王对饮。秦始皇画像朕见过，不对，他不是秦始皇，一定有人谋逆冒充他。大哥，那个是电视，那里面都是假的，演戏呢。妙莲，你跟朕说说，这地方为什么那么奇怪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记住了，不是朕，是我，不是给朕讲讲，是给我讲讲，记住了吗？那，你给我讲讲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，什么皇帝，什么年号？现在啊，是1000多年以后，21世纪，也就是公元2014年。你现在脚踩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，至于皇上嘛，我们这世纪已经没有皇上了。最大的官儿就是国家主席，由选举产生，一般连任5年到10年，不像你们那个朝代，什么老爸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你可以大胆放心地走在马路上，不用担心别人去杀你。讲的太多你也听不懂，睡吧。干嘛呀，小公公又发情了？朕从来不强迫女人。以前你是妙莲，妙莲喜欢朕，朕喜欢妙莲，所以才会那样。你现在是冯峰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朕是95之尊，有的是女人，谁稀罕你？哎呦呦，95之尊，哼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前也就是皇上那么多女人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能带给他们荣华富贵。你现在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有几个女人会喜欢你？哼！睡觉。妙莲啊，不是冯峰，朕困了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你怎么耍无赖啊？你起开，这是我的床，起开，起开！妙莲，不是，峰峰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来到你的老家，好歹也算你的客人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睡地上。